講到最近呢，受到這韓國潮流影響，真儕台灣人唔但愛去日本，也愛去到韓國啊。不過這韓國的電子入境卡系統對去年2月上線了後，一直甲咱台灣標示做 China， 後壁佫加一個台灣。咱佇遐的駐韓代表處呢是幾落改向音標的抗議，一直攏唔改。那外交部就宣布講，對3月初開始，新的外交居留證會改做韓國這部分改做是南韓。那陣國部要來回應呢，說來調整入台電子簽的標示。韓國電子入境卡系統為去年2月上線了後，一直甲咱國標示做 China 台灣。咱駐韓代表處真濟改向韓方提出正式交涉，甲當還未改正。外交部宣布依照雙邊對等原則，3月初開始，咱國新制發的外交居留證，甲原列韓國的名稱調整做南韓。他們正式的這個國名大韓民國是他們比較通用的詞彙，通俗的用法叫做南北韓。可是因為它並不是那麼的正式，所以韓國人本身並沒有那麼的喜歡。學者解說，韓國官方單位通常使用正式國名大韓民國，而且韓國的憲法認定的領土範圍是規個韓半島，稱呼南韓有互人分裂的意義。外交部指出，若是無得到韓方的回應，下一步會調整入台電子簽的標示，已要求韓方於3月31日前回復我方。如果屆時未獲得正面回應，我方將在我國台灣電子入國登錄表相關欄位對韓國的標示採取相應作為。台韓的民間來往正接，到今年1月，有咱國有效居留證的韓僑有6905人，永久居留的有1997人。佇經貿觀光領域，佫較是交流密切。根據觀光署的統計，2025年台灣去韓國旅遊超過183萬人，韓國人來台旅遊也有超過102萬人，攏是雙方的前3大客源國。韓國佇去年原來正做台灣上大貿易逆差來源國，金額達到代表1.16兆，創下歷史新高。主要是台灣是 AI 伺服器大生產國，大量為韓國進口高頻寬的記憶體。韓國這邊來台灣的觀光客的人數，還有他們的反應，我就覺得這個可以看得到，其實韓國民眾還是可以分得出來，與台灣跟中國之間的差別，跟我覺得雙方還是可以再好好的再對話、再溝通會比較好。學者坦白講，咱方反制方式目前來看影響有限，建議台韓應該加強協商對話，通維持兩邊的交情。記者採訪報道。